Hello，大家好，九龍豪宅 Jason 啊，而家係響九龍塘啦，一個好核心嘅地段牛津道，就介紹後邊一個好罕有一個複式房盤。咁九龍塘嗰個複式啦，全部係大件嘅，嗰、個室內嗰個面積咧，分鐘係大過而家嗰啲嘅別墅嘅。呢、個單位啦，佢係上複式連一個天台，4300幾尺包2個車位嘅，或者你睇下。好啦，呢、個大家見到係一個嘅曲折嘅橫廳，屬於係帝汶一個係上複式，呢、個 L 廳先係。嗰個係梳化有2個區域嘅，即係一個嘅主廳區電視啦，同埋偏廳。呢個就係客廳區外望嗰個景色都幾開揚㗎，因為佢上複式啦，咁向南嗱，呢個就係中央呢個位置啦，一個類似酒吧區咁嘅裝修比較舊啲啦，但係買個地段啦，同埋嗰個係空間又比較寧靜。呢個啦就係嗰個係飯廳區，亦都係有嗰個窗採光好好。廚房嗰個區域啦，先有一個係工作間，2道門啦就係佢嗰個姐姐房嘅。都係舊啲嘅，咁但係因為佢嗰個巨無霸屋積啦，就好見使嘅。成個複式比較多雜物，不過都要裝修嘅啦。嗰個姐姐房嗰個洗手間，佢一個嘅雙人床，下邊咧佢有一個嘅套房嘅，呢個第一個。咁就多物件啦。咁呢個咧就係嗰個係下廁嘅。好，上去啦，睇翻佢係有4房。就呢個係2套，中間呢個位置啦，好大嘅一個嘅家庭廳。咁呢個就係共用一個嘅浴室，都係啲舊嘅裝修，不過就大件嘅。咁第一間房啦，又闊又長嘅向北；第二間房一樣向北嘅，咁上下 size。我哋睇翻佢就嗰個係第一個套房啦，上面呢個先有一個嘅衣帽間，都好大。咁呢啲咁嘅屋積啦，仲大過一啲類似係啲嘅一新啲別墅，4000幾尺喎。咁呢個係一個嘅浴室啦，亦都係大件，有幾大有幾大。咁呢個就嗰個套房啦，兩邊窗。咁夠開揚啊，因為佢係上複式，咁望緊係獅子山喎。帝汶苑咧可以話見證好多之前上一代嗰啲嘅成功故事啊，好多廠家。咁呢個咧就係嗰個係主人套房，哇，成個巨廳咁樣。好多個區域，望緊呢個向南嘅好翠綠嘅樹景，再望啦，哇，特大嘅床。咁佢衣帽間咧2個區域，咁可以係第一個啦，第二個可以分開啦。譬如先生同太太用2個唔同嘅區域，主人嗰個巨嗰個浴室2個洗手盆啦，一個係浴缸，另外呢個啦就係有個企缸，咁浴缸企缸乾濕分離。呢個傳統大戶上到嚟啦，就係嗰1850尺嗰個天台都非常之大啊！咁呢邊啦，就多個天台啦，變咗一個可用空間又特別大嘅。就咁睇嗰個係室內面積啦，感覺上係好似唔超4300幾尺，似啲5000幾尺咁樣。咁當然啦，以一個官方嗰個數據為準嘅，咁可能個開積上面啦特別係實用嘅。以上個單位啦，仲係包一個係好特大嘅天台。咁嗰個如果大家想上嚟了解翻，就隨時歡迎嚟到專上車額自己。